听大石片山讲古。来坐，阮遮有凉亭仔通早日，坐踮遮看海、听海涌，介爽神。若无气嫌，我大石片山陪你开讲。你问阮遮海边仔哪会采一个杯蚵的相？顶头阁有刻萨基扎亚族，杯蚵是阮遮的名产，阮遮是萨基扎亚族的地头，附近有卡罗兰社。萨基扎亚族你较青分，100外冬前因住伫基内朋友，就是即阵的花莲市啦。因哪会选来遮？迄清国下的啊。清国占台湾的时，有着因官商勾结的利益，侵略后山。1877年，就爆发对房早的大港口屠杀。了后，选去基内朋友的汉人，干焦兵仔甲生理人，因嘛干焦会晓啉酒甲放唱，啉酒文化却渐渐影响原住民咯。基内朋友有萨基萨亚、班扎甲噶玛兰这3族。噶玛兰伫遐奉称做咖喱湾。再来清国统治的手段，就是吞达甲剥削。兵仔阁操打咖喱湾的妇女咧，去甲抗议，煞共刣死。只剩颔棍生流拄着啊，无反袂使去。就安尼爆发1878年的咖喱湾起义。萨基扎亚嘛做伙反即个因眼中的强盗集团，所以即个起义嘛号做达古湾起义。咖喱湾5个社轰毁掉，萨基扎亚互灭族，剩的萨基扎亚人四散，有诶走去东海岸。阮遮的卡罗兰社就是安尼来。从此以后，萨基扎亚秘伫班扎内底，毋敢互知影真正的身份。到10几冬前才正名，不怪你会感觉青分。无拍算，1888年又阁爆发大庄起义。迄届换清国官员蓝三做，阁操打人的妇女。起义的主要是班扎，有我北部的甲因合作，来北部其他的庄社参海墘的谋反，甚至关山的原住民嘛加入，要赶走汉人甲外因的人。汉人的性拢要共食。共欺负，共卡油，这才顾人怨。南伫班扎内底的萨卡扎亚，定着有对咧反。我有看到海墘的北部甲班扎去金港澳烧饼仔呀，军赶成走咧路，饼仔嘛做伊选。反抗军拍到宝山的时，遐个官兵嘛密伫包围，毋敢出来。落尾清国出动军舰、大炮、火箭，甲因大屠杀。这海墘的庄社互毁灭，无班扎的则无代志啊。1889年，英国长老教会医疗理牧师有来阮后山巡教会安慰众人。起义期间恐怖阁危险。想要保持中立的人真为难。迄阵班扎四界超山，每是密伫山顶的人，连拿一支火柴要食薰，嘛会互当作是班扎的火灵术。伊无事嘛有去基内朋友，迄个所在西洋人也毋捌行骹到。伊用投影机放图片互原住民看，传福音。投影机的节目，互因真喜意，甚至班扎阁正式献出歌声甲细声。我却感觉班扎的庄社比汉人的较舒适，厝整齐阁清气爽，志节嘛真斗扫。我想，伊看到班扎定着有人萨基扎亚伫内底，伊嘛看到迄阵的兵仔也拢真垃圾。像落了的兵仔，毋若杀破衫，
佫袂少人身躯有真侪泰国空喙，佫用假钱，佫95拍的饼仔食鸦片。喊过的是清国佫用薰托互因做薪水咧。总是原住民悠原单纯，爸辈悠原善良，汉人悠原奸巧啦。讲到遮的是民历史，就真艰苦。毋过在地故事嘛袂使放袂记。即摆的人爱要来花莲台东佚佗，敢有想过遮牺牲偌济原住民呢？故事讲到遮，你坐踮遮听海影，有感觉无啥共无？寒啦，阮遮的沙坡会互石头砍掉咧。海影冲来冲去，石头就咕噜咕噜印来印去。真心实吼，无论世事安怎演变，大自然的声悠远袂变。历史的伤害，就交互时间去医治咯。